上星期國家抗戰勝利80週年閱兵裏邊呢，有一列戰旗方隊，每一支戰旗都飄揚住一個英雄嘅名，其中一支叫做楊靖宇支隊。楊靖宇係邊個？相信問10個香港人都冇一個識。但內地呢，因為小學教科書已經有教，咁所以楊靖宇喺內地無人不識。佢係當年東北抗日聯軍嘅將領，剿滅咗好多日軍。後來呢，就俾日軍圍捕，匿在長白山，彈盡糧絕都絕不投降。最後同日軍對陣咗5日5夜，先壯烈犧牲。佢死之後，日軍將佢頭顱割落嚟，將佢肚剖開。佢哋話要睇下呢個人係咩構造，點解可以一個人獨力苦戰5日嘅呢？結果日軍劏開咗楊靖宇嘅胃，發現裏邊只係得草根、樹皮同埋麵水，一粒糧食都冇。睇到啲日軍指揮官都動容，為佢立咗個木牌，寫住楊靖宇之墓。故事從來都比口號更加能夠感動人心。升國旗只係最初階嘅愛國教育。如果有一日老師能夠從電視鏡頭上面一支戰旗向學生講一個英雄故事，呢啲先至係成功有效入心嘅愛國教育。